7月中出发的印度月船3号探月太空船进程顺利进入到月球轨道，而且有甲头一批月球相片传到转来。若准顺利者，这月球3号伫咧8月23会登陆月球南极，进行2礼拜实验任务。不过，这个延后要到2年的路西亚月球25号太空船，按算11月起飞，目标同款是月球南极，将有可能伫咧月球3号进程提早到位。5, 4, 3, 2, 1, 0。这是2023年7月中旬，月船3号成功进行，在地球2礼拜过了后，伫7月底脱离地球轨道，转向月球。佮伫8月7号顺利进入月球轨道。那太空船也伫射月球的同时，翕到一连串的月球表面影像。镜头倒边是太空船的太阳能板，较远的月球表面大大细细青石坑，看真清楚。接落来，月船3号渐渐会跨进月球，其中射轨道的部分会保持伫离月球表面100公里左右的高度进行观测。那电话探测器有计8月23登陆月球的南极，伫几千公里远的路西亚湾东地区，跨进乌龙港的东方太空发射场，会伫8月11，也就是这礼拜5，以联合号地点1B 型载运火箭炸着月球25号太空船升空，目标也是月球南极。На борту будет установлены 8 камер, которые будут транслировать все этапы перелета, посадки, а также съемку панорам с поверхности. Луна-25 будет непрерывно работать в течение 1 года. Приоритетные задачи аппарата – изучение лунного реголита, полевой и газов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, а также экзосферы Луны. 根据有定的时间表，月球25号升空了后，以5日的时间进入月球轨道，在5至7日了后降落，目标地点是挖进月球南极的博古斯瓦夫斯基青石坑。那一切顺利，月球25降落时间会是8月21到23，也就是甲印度月船3号同一日，甚至抢先登陆。同款一直演的，也有美国波音公司 CST-100商载航线，上早预定2017年都要升空，不过因为技术问题一再延。最近一摆延到7月1日，不过6月初波音公司更加宣布发现降落伞顶新问题，煞无限期延后。最新消息指出，头一摆载人升空计划，上紧要到2024年3月才会当实施。公司新闻期间真编译。